台南市议会定期会5号上午进行用电户、广线老旧引发火警的通盘检讨专案报告，由副市长戴谦带领警法加消防等局处来列席。台电、台南加新营应援处嘛拢派人出席。依照内政部消防署的公告，109年全国火灾的分析报告，其中因为电气的因素有2873件，排名第2。而台南市对去年甲今年3月，因为电气的因素火警，嘛有169件，占全部火警大约32%。到底电气的因素，因为用电户的广线老旧，责任到底是要由谁来负责？市府嘛互相杀来杀去。这几年来，因老旧电线而走火，不管是工厂，不管是民宅，我们该如何的因应来处理这个问题？好。老旧电线走火，火灾谁要去打？不是消防兄弟要去打吗？是。那你是不是要因应这个办法？办法你应该好，你现在由经发局来做这个报告，由经发局做主导，然后经发局你再说这是台电的问题，你们干嘛在这喝酒吗？难道你们都不能结合在一起吗？该如何的去做因应吗？你们完全把这些责任告到最后，就是这经济部的，就是拢你台电的。这个电线的这个居家电线的这个部分啊，或者商场电线的部分啊，权责单位是经发局。权责单位是经发局。那消防局今天坐在这边干嘛？至于这个火灾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会牵涉电线走火造成火灾。那如果这样是经发局还是消防局？类型呢不止2次的这个会议，而每一次会议的话呢，对于台电我们都有 invite他来参加这个会议，所以呢，在基本上的这个联系上呢，应该是无缝的这个接轨。依照电业法，虽然主管机关是中央的经济部，但依照电业法的规则甲办法，执行的机关是台电公司。因此，台电、台南甲新营应援处上午嘛派人列席，依照用户用电设备装置的规则甲检验的办法，台电每年大约检验45万户。至于用电户的厝内广线，因为是属于私人的范围，台电嘛无法度一一来检查。对此，国民党议员希望会用制定驻地条例甲法则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